拄则好，来，咱继续哈，拄则讲美会嘛吼。拄则我无看到你分享的迄个。哦，美会嘛吼，Wikipedia 有解说，美会是 The Methodist Church，即嘛华语翻译叫做卫理宗啦吼，就是你敢袂使分享你的画面？歹势，袂记写吼。OK， 美这是Wikipedia 哈，会解说美会是 The Method，卫华语叫卫理宗啦吼，卫理宗伫卫理会伫咧台湾，可能大家较毋知吼。那有听过吼？即个讲宋美龄因就是即个教会啦。是哦。我是知影有，敢若有一个所在有迄个教会的学校叫卫理女中，毋知影你敢有听过？嘿，就是迄款的吼。伊就是即个教会嘛。所以台湾的卫理会吼，就是其实是个即个蒋介石因过来。原来是即个吼。对支那国来啦吼，毋是对台湾本土。本土教会嘿，就是毋是因毋是对美国或者是加拿大直接来台湾设教的，是中国来。对，就是卫理宗安尼。是安尼。好。但是即嘛讲的即个美会是，就是加拿大迄边的吼。好。我来记。你记。好，你会使继续讲，我哪记你哪讲。好，后一个是 Ontario 省。Ontario。了解啊 ，Ontario。拄则我睇时阵就感觉即个音就熟悉，毋过就迄时无想起来，就是 Ontario。好，就加拿大就是即个 Ontario 吼。Ontario 好是。Ontario 总督叫做。是。你真好。我想问，所以讲你毋是伊即段后壁有讲到一个 Oxford College， 敢是加拿大内底的？咱先讲吼，马介牧师伊伫咧淡水设的即个教神学院，其实一开始叫做牛津学堂。什么学堂？牛津学堂就是 Oxford。原来是安尼。好，了解。咱查者吼。好。你即摆看会到吼。我看觅。有看到。即摆叫做啥？即摆叫做真理大学啦，大学啦，真理大学啊。大学是啊，即摆时间的讲法是。即摆叫做真理大学啊。我知嘿。即摆有一间学校叫真理大学，你知影？我知啊，听过足有名，就淡水两间大学，一个淡水大学，一个真理大学，大家拢知啊。就是伊的前身就是即个 Oxford College。原来是安尼。好。迄当阵1882年嘛，吼。就是马介牧师因迄当阵设的即个新学校，就叫做牛津学堂啦。其实我嘛捌去过，你若有捌去过？我毋捌去。我嘛毋捌。其实因为伫淡水算是就要哪讲就偏。毋使讲是足偏僻，毋对，就是对坐运的人来讲，伊为坐运站嘛是。拄则迄个相片，你敢看有看到无？就是迄个相片是古早的厝，毋过顶悬写英文 Oxford College。对啊。就是就水的。真理大学的校史馆都有特别介绍一个。就是，你拄则讲的，我在小迄个，顶那是 Oxford College 迄个英语，所以这间厝搁伫的嘛，是。就有历史的，真好。我记得伫咧真理大学成立进前啦吼，就是李登辉读的中学，淡水中学。就是迄当阵无大学的时阵是淡水中学。好，咱所以即只讲，
就议定讲要互一间做 Oxford College，因为爱互即个名是因为出钱的人拢是徛起伫 Oxford 即个所在，即厅啦，伊是用厅即个行政单位，就是安特里奥省的即个 Oxford 即个厅，就是即马咱讲即个桶啦吼。嘿，是。我看嘛是对，我嘛毋知影是是。啥物所在？加拿大。哎呀，敢若就是伫Ontario 伫加拿大靠当兵的，嘿。你捌去过哦？呀，我印象中就是加拿大靠当兵，就有一寡迄地名敢若有经过，毋过嘛有一个地名叫 London。就是真趣味，拢是互做英国的地名，英国的城市的名安尼。London 伫遮。是，所以讲 Oxford 嘛是伫。Oxford 应该是是。有影啦哈，因为伫附近啊，嘿啊。遮但是无即个地名出来。我记得咱个捌查过即个地图的看，我印象中敢若捌查过，就是即庄卡所在啦。好。好我看。Chicago 伫遮嘛，所以袂介。我是捌来即个 Buffalo 即遮看即水墙嘛，大瀑布吼。对啊，后尾有机会再来遮看。但是会使到嘿。嘿啊，咱个 Fall 嘛，所以以后有机会再来即遮看遮即个。马盖博士的故乡。好，倒位啊？拄则已经读了。好，拄则读到。你读煞，我还未读了。对啊，迄个我读了。好，继续。你的声音佫拖着啊，我毋知会佫断去。还是互你来读。我读了啊，敢是？我敢无读？好，来我读一遍吼。到目前。你已经。我袂记，我有读过我袂记。Hello。是。嘿，喂。声音足啊。你拄则。佫要转去啊！我相信是佫转去啊。到尾安怎？即歌嘿所以讲读，我是讲嘿安尼咧，喂，Hello，喂，你敢袂使听？有即嘛听着？拄则足歹，哇，转去啊！